1952年1月1號係廣東因提出世嘅岑建勳，呢個名係香港電影圈嘅分量，遠遠重過佢係銀幕上扮醜搞鬼嗰啲戲份。一個頂住蓬鬆曲髮、離靚仔差好遠嘅中年男人，居然可以結3次婚，娶嘅都係選美冠軍級嘅老婆，係90年代香港影壇呼風喚雨。想知佢人生劇本有幾離奇荒誕，就要由佢最令人過目不忘、最諷刺個角色講起。1982年，洪金寶醜拍《五福星》嗰陣，為咗襯托鍾楚紅飾演角色嘅美貌，急需要喺戲入面揾一個樣衰、反差好大嘅男人嚟做佢阿哥。喺一堆嚟應徵嘅演員當中，深住一副外星面孔、顴骨高聳、身形瘦削又高挑嘅岑建勳，居然俾導演一眼睇中。洪金寶睇中嘅，正正就係佢呢份隔離飯香，人哋發夢都想鏟走嘅醜樣。呢個 undoubtedly 係一個令人啞晒嘅黑色幽默。岑建勳人生事業嘅跳板，唔係高深嘅電影理論，唔係雄厚嘅資金背景，而係佢嗰張極具殺傷力嘅醜臉。不過世人往往只睇到佢表面嗰陣，比起佢嬉皮笑臉、插科打諢嘅喜劇戲份，岑建勳係戰後香港影壇嘅名利場入面，其實係一個高學歷嘅野心家同精妙嘅操盤手。佢早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曾經去過美、英兩國留學深造。返到香港之後，佢首先接手咗財政有困難嘅《號外》雜誌，硬係憑一己之力托翻起嚟，做咗雜誌總編。當文字嘅力量滿足唔到佢更大嘅慾望同想像嗰陣，1983年，佢爽快應承洪金寶嘅邀請，一齊做製片拍《退休探長》。同年就自己開檔，聯手創立咗當時好有規模嘅 DB 電影公司。由嗰刻開始，岑建勳唔再只係一個跑龍套嘅綠葉丑角，佢真真正正企咗喺香港電影圈嘅幕後高層，真正令佢奠定香港影壇大佬地位嘅，做要數過一場好有膽識嘅商業收購。1985年，正當香港電影紅到爆嘅全盛時期，邵氏公司就係嗰年做咗一個影響成個行業嘅決定，淡出院線業務，全力搞電視。係好多影業老闆仲係到睇緊戲，猶豫未決嘅時候，岑建勳冇手軟，一手由邵氏手上接過咗有成幾十間影院嘅全套院線業務，仲正式改名做德寶院線，由佢親自做總裁。到咗呢個地步，佢手揸住香港影壇舉足輕重嘅上游製片廠同強勢嘅終端院線。佢做製片嘅《秋天的童話》喺1988年橫掃金像獎，連佢旗下嘅《省港奇兵》呢類硬橋硬馬嘅作品都可以順利通過重重審查。上畫之後口碑票房雙雙暴跌。只要睇下岑建勳各種硬淨強勢嘅商業手段，邊個又諗到呢個外表似足野獸嘅男人，翻到女人堆入面竟然係軟肉溫香嘅烈酒，係娛樂圈撈咗大半世。岑建勳有一間獨大嘅院線，一盞抖金嘅製片能力同海量嘅名流人物，而佢嘅感情生活就更加似一部起伏刺激嘅長篇劇集，直到大到嚇死人。由行內人到識佢嘅粉絲都知佢個3段離晒大譜嘅婚姻，更唔好講個令無數男人自愧不如嘅以禮設定。佢3段婚姻裏面嘅老婆，個都係選美冠軍出身或者靚到住嘅港姐級大美人。1970年，即係佢啱啱18歲嗰年，岑建勳同屈艷章閃電式咁結咗婚，可以話係佢年少輕狂、衝動熱血嘅選擇。畢竟嗰陣嘅岑建勳青春得意、朝氣勃勃，但係幾咁天雷地火都唔及柴米油鹽咁殘酷。喺呢段令人冇乜安全感嘅婚姻入面，佢同屈艷章嘅關係只係平穩維持咗5年就玩完。關於呢段少年夫妻嘅悲歡離合，出面幾乎冇人講得清個中原因。屈艷章呢個名係之後漫長嘅歲月入面都好少再俾岑建勳提起。岑建勳真正令到民間津津樂道嘅感情故事，就要由第2任老婆、聞名香港嘅著名造型師兼華姐冠軍劉天蘭講起。當年劉天蘭先得20歲，就已經攞咗溫哥華華埠小姐冠軍，一頭清爽短髮，標誌性嘅粗框黑眼鏡，又時髦又有才華，係嗰個年代走在時代尖端嘅文藝女性代表。電影《鬼馬智德星》嘅片場變咗佢哋嘅鵲橋，兩個人由銀幕前嘅合作夥伴
變成難捨難離嘅知己，並喺1984年拉埋天窗。1984年，劉天良為岑建勳生咗大女岑寧兒。本來以為係一段金童玉女式嘅家啊，但呢場表面睇落好合拍嘅婚姻，竟然只係維持咗短短4年就急速破裂。多年之後，當劉天良帶住個女一齊出席活動，再次面對香港傳媒鏡頭嘅時候，佢承認係佢主動提出分開。係佢睇嚟，婚姻4年係短，但友誼維持咗幾十年。更令人感慨嘅係，雖然婚姻散咗，劉天良從來冇好似好多嗌過交嘅夫婦咁搞到老死不相往來。之後由頭到尾都同岑建勳保持住一份難得嘅和平朋友關係。兩個人每年係仔女生日飯局，或者盛大嘅金像獎頒獎禮晚宴上，甚至連埋個女多次大大方方咁一齊合照。每一次影相，佢都笑容輕鬆，冇晒怨氣，搞到港媒都忍唔住讚佢真係一個大氣嘅奇女子。但岑建勳唔係淨係靠一盞燈就照得亮嘅溫柔君子，佢個股混壓唔住嘅澎湃荷爾蒙，係遇到第3任老婆嗰陣就完全失控爆晒出嚟。1991年啱啱結束第2段婚姻冇耐嘅佢，好快就發現咗新獵物，得28歲，風姿卓越嘅1985年香港小姐冠軍鄭寧。當年鄭寧係大眾心目中俾人叫最靚嘅古裝美人，更加係第一個喺外地出世然後殺返香港攞到港姐冠軍嘅人。雖然兩個人係樣貌、年紀上差別好大，但鄭寧偏偏仰慕岑建勳個份超人嘅才華同風度。佢唔理世俗閒言閒語，係事業大好嘅上星期完全放棄星光熠熠嘅演藝生涯，全面息影留喺屋企相夫教子。兩個人婚後生咗2個女，岑寧彤同岑寧樂。但係岑建勳骨子裏就係一隻放蕩不羈嘅野馬。14年風平浪靜之後，換嚟嘅係一句離婚先至係解脫。鄭寧後來喺訪問入面講嘅原話令人聽得心酸。回想當年嗰個心如死灰嘅決定，佢直言唔諱咁話：係40歲開始我就想離開呢個屋企。更絕嘅係2005年執行離婚判決嗰陣，鄭寧乾脆利落咁揀咗淨身出戶，對前夫嘅億萬身家，佢半分留戀都冇，全部捨棄，只求快啲擺脫呢段早已有名無實嘅婚姻。至於離婚原因，坊間流傳嘅傳聞遠遠比外人想象中勁爆得多。雖然對內鄭寧兩公婆留俾傳媒嘅官方講法係性格不合、和平分手，但普羅大眾同網民顯然唔收貨。傳媒好快就爬出呢樁被睇成美女與野獸結合嘅姻緣，之所以係14年之後轟然倒塌，嗰條壓死婚姻嘅最後一根稻草，係岑建勳俾傳媒爆出係感情入面長期偷食、出軌成癮，係狗仔隊同娛樂八卦記者嘅深挖之下，2005年嘅情人節，港媒披露咗詳盡無遺嘅鐵證，岑建勳係情人節當日俾狗仔隊影到喺澳門嘅豪華夜總會入面同夜總會小姐大肆開房，上演咗一幕香豔到極致嘅風流韻事。甚至之後仲有小道消息流傳，唔單止係風塵女子，佢仲同後生靚女嘅嫩模有啲見唔得光嘅曖昧勾當。呢單爆炸性十足嘅偷食桃色新聞一出，當年炸醒咗成個港娛圈，鄭寧先至如夢初醒，自己為咗呢個男人甘心放棄熱愛嘅演藝事業同萬千追捧，賭上嘅大好前途只不過係幾秒之間就化為烏有。諷刺嘅係，鄭寧雖然帶住2個女淨身出戶，之後發奮圖強做生意，靠自己匯成咗身家億萬嘅著名女企業家曲奇皇后。隨後係2010年，佢同現任老公 TVB 資深攝影師黃偉德正式拉埋天窗再婚，終於揾到可靠嘅歸宿。而岑建勳同鄭寧生嘅二女岑寧彤，呢粒俾父母捧係手心嘅掌上明珠，曾經差啲釀成一出悲劇。嗰陣有8歲，跟住著名導演杜琪峰做副導演助理嘅岑二小姐，係佢位於香港佐敦區嘅頂層豪宅住所，俾工人發現佢將自己反鎖喺睡房入面，懷疑食咗大量鎮靜藥物，情緒極度崩潰。好快趕到嘅港島警方 call 埋救護車同消防局，大陣仗咁封鎖咗事發地點，成條街大批著住制服嘅工作人員嚴陣以待。談判專家亦都反覆上樓進行咗成幾個鐘嘅耐心勸解。
直到下晝差唔多2點，先至成功將虛弱嘅岑寧同由消防員一齊抬出，隨即緊急送去伊麗莎白女王醫院做全面救治。但消息一出，收到風嘅岑建勳同謝寧係各自接到記者不停逼問式嘅電話追訪之後，反而好豁達淡定咁統一口徑對港媒否認晒件事，堅持話只係誤傳嘅無稽之談。外個女嗰日心情好好，只係身體有少少唔舒服，而屋企嘅菲傭一時太緊張，先至打咗999熱線。到第2日俾人救出，而且已經恢復意識嘅岑寧圖，又接受咗另一間本地傳媒嘅電話訪問。對話入面，佢直接否認情緒有問題，甚至話只係飲多咗，做係自己嘅 IG Now 呢單係戇居到可笑嘅假新聞，一切真係只係荒唐鬧劇，好難令人完全信服。畢竟傳聞話佢口口聲聲有個風消失咗嘅遺書，而佢反鎖食藥，情緒激動到要出動談判專家嘅場面又歷歷在目。之後岑建勳3個女都拼命踩住娛樂圈嘅階梯向前行，大女岑寧兒得到歌壇泰山北斗李宗盛親手指點開聲，最後憑《追光者》呢首歌風靡大江南北。二女岑寧同做咗杜琪峰副導演，兼職拍廣告做模特會。細女岑寧樂就繼承老豆衣缽，埋頭苦幹專攻電影幕後製作。不過一定要講嘅係，如果淨係講事業同眼光，岑建勳絕對唔輸俾香港歷史上任何一個資本鬼才。但佢偏偏係維持穩定婚姻呢件事上不斷失靈。佢嗰份多情又無情、熱情如火嘅衝動，總係追到美人個陣去到頂峰，然後係同居生仔，瑣碎枯燥嘅家庭生活習慣入面迅速跌入冰點。講到尾，風流債欠得太多，都只係自掘墳墓啫。而外界對佢嘅家產數額一直以來都講得模棱兩可。從表面睇，嗰個係80年代中期由邵氏手上鯨吞，一舉成立得保丸善，仲驅到家陣市值超過幾億港紙嘅大佬。身家恐怕已經暴漲8倍，更何況德寶院線係佢掌控之下不斷整合壯大旗下嘅影院同電影製作部門，同時佢嘅 DB 電影公司一樣投資拍咗好多賣座名作，由片單到片源覆蓋咗成個黃金時代，每套戲嘅票房分紅都當仁不讓咁抽走唔少利益。單睇佢用德寶院線老闆身份力壓群雄，各種奢侈做派，同埋各段婚姻存續期間買落嘅大量高檔奢侈品，仲有俾老婆日常使費嘅無限額黑卡，就足以判斷佢坐擁嘅財富賬戶深不見底。同時，岑建勳是該支聯會的創始人之一，曾擔任副主席。1989年6·4事件後，佢因為深入參與黃雀行動而被北京政府列入黑名單，被禁止入境內地15年。岑建勳已經步入上古之年，身體狀況並不樂觀，偶爾佢嘅行動受到嚴重限制，每日都要靠輪椅或者拄住沉重嘅拐杖行路。歲月無情，歲月催人白頭偕老，連大佬都要乖乖向命運低頭。至於岑建勳的家產如何分配，仍是媒體熱衷猜測的熱門話題。大女兒岑寧兒同母親劉天蘭共父親保持和平關係多年，免得利益損失。但係如果牽扯到鄭寧嘅2個女兒，勢必會引來鄭寧陣營用盡一切方法去分蛋糕。岑建勳嘅一生就好似一部超長電影，橫跨半個多世紀。上半場剪花光了，粉紅美女拿走了他們需要的東西，燈光紅綠如夢幻泡泡。下半場一家人反目成仇，妻子分居，但華佳年事已老卻留下病軀，緊緊抓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產池，獨自在空蕩蕩的豪宅中，看住衰老腐朽的自己。喺外人眼中，嗰啲被人津津樂道嘅浪漫債務同出軌官司，可能只係轉瞬即逝。佢今生嘅榮華與寂寞、愛恨貪恨、愚蠢，到頭來都只係留俾娛樂圈嘅一個話題。